伫阮英国遐的花亚博物馆，这2年拢结合北台湾金门的学校来推广艺术教育。这回是学生用火做主题创作花亚，一挂作品也会展览到3月底。这是我的作品，我叫它金壁虎。好型花亚的粗胚顶头画各种代表英国特色的色水，这个作品是二桥国小的师生行大社区的古迹、建筑、历史等等了后所做的创作。我们这一次选择的主轴就是一个轻旅行的概念，希望就是游客到莺歌来，然后从火车站出发，一路到老街的路上，从这些古迹跟历史建筑再去分析，找到每一个古迹的一个特色点的颜色。老师所提学习单拢是囡仔的观察记录，德博馆甲民间的文化创意基金会合作，招金门甲北台湾44间学校的学生彩绘穿挂行家乡的好年花亚，希望互囡仔接近艺术花亚，因的创作嘛会伫博物馆内展出。那这些小学生呢，运用校外教学的一个方式，结合他们的一个课程，先去做一个家乡色彩的一个收集跟踩踏，那等于是说去了解家乡的一个各式各样的颜色。德博馆表示，这项结合学校艺术课程的活动，唔是偷假，希望学生认捌家乡的风土。博物馆卖当更加亲近在地，唔那艺术家的创作通参展，学生嘛有机会。记者陈亚文、李学凯，新北报道。